伊是普贤菩萨在大众中集中坐起顶礼佛足，又绕三匝，中规插手，离白佛言：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菩萨众，及为未世一切众生，修大圣者，闻此愿觉清净境界，分何修行？世尊，若彼众生知如幻者，身心一幻，分何以幻还修于幻？若诸幻性一切尽灭，即无有心，谁为修行？分何复说修行如幻？若诸众生本不修行，于生死中常期幻化，情不了知幻境界，令梦伤心，分何解脱？愿为未世一切众生，作何方便暂处修习，令诸众生远离诸幻，作是意义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，将离复死。尔时世尊告普贤菩萨言：现在，善男子，你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未世众生，修习菩萨如幻三昧，方便暂处，令诸众生得离诸幻。你今谛听，当为你说。是普贤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，默然聆听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种种幻化，皆生如来缘觉妙心，犹如空花，将空离有，幻花虽灭，空性不坏。众生发心，幻已幻灭。诸幻尽灭，觉心不动，以幻说觉，亦名为幻。若说有觉，虽未离幻，虽无觉者，亦复如是。是故幻灭，名为不动。善男子，一切菩萨及未世众生，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。有见即是远离心故，心无幻者，亦复远离；远离为幻，亦复远离；离远为幻，亦复远离。得无所离，即除诸幻。譬如转火，两木相因，火出木尽，火灰烟灭。以幻修幻，亦复如是。诸幻虽尽，不入断灭。善男子，知幻即离，不作方便；离幻即觉，亦无暂处。一切菩萨及未世众生，依此修行，如是乃能远离诸幻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普贤，你当知，一切诸众生，无始幻无明，皆将诸如来缘觉心建立，犹如虚空花，以空离有相，空花若复灭，虚空本不动，幻将诸觉生，幻灭觉圆满，觉心不动故。若彼诸菩萨及未世众生，相应远离幻，诸幻悉皆离。如木中生火，木尽火幻灭，觉即无暂处，方便亦如是。